即係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咁亦都係一個普通嘅信徒。咁我又唔係好認識即係政治咁樣咧，但係有一樣嘢想問下，即係在座各位嘅候選人。咁我聽到各位好多人咧都期盼有呢個民主嘅選舉，香港咧能夠有一人一票去普選我哋未來嘅行政長官。咁但係咪一個民主嘅政制就能夠為市民係帶嚟幸福咧？咁作為一個社會一個好定係唔好，係靠一個政府嘅力啦，定係還是要靠我哋全部人嘅力？我咧就認為民主咧就唔係萬事萬靈，又或者唔係妙丹靈藥。不過咧就民主係的確可以咧發揮嗰個制衡嘅作用，就讓社會咧第一，如果做錯咗咧係有一個機制咧係必須要認錯。如果係極端嘅錯咧，應該係下台。一個嘅社會咧能夠避開犯大嘅錯咧，就好似環保咁樣，我哋唔傷害嘅社會咧嘅環境咧就保護咗個社會㗎。咁換句話講咧，就我自己認為民主咧係必須之中咧，而且係體現咧係尊重每一個嘅個人，亦都係基督教嘅核心價值。因為咧基督教耶穌基督教同我哋咧都要向小子學習嘅，而且咧就係咧以僕人嘅形象嚟對尊重咧一個嘅小嘅人物。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尊重生命。好，唔該。跟住係37號係咪？唔該。我基本上咧認同司徒永富弟兄嘅嘅講法啦。咁我其實我自己補充一樣嘢就係其實基督教裏邊咧有喺神學裏邊咧有上帝嘅形象，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上帝嘅形象，所以其實應該人人係生而平等。所以其實咁講咧，我哋喺個香港嗰個嘅唔公義一個小圈子選舉裏邊咧，其實正正就係咧去違反咗嗰個人平等嗰個嘅理念。其實我覺得呢個問題咧，其實係對於我哋香港呢個處境。特別係可能係更加睇闊啲，對於個中國咧，其實都係一個值得我哋關注嘅問題。即係中國更加嚴重嗰種階級啊，城鄉話有階級嘅，即係貧富懸殊啊，即係平民百姓同幹部咧，好似係兩個世界嘅人。其實香港咧，似乎都有咁嘅傾向。我覺得所以喺咁嘅時候咧，即係推行民主，一人一票，即係選特首，一個公平嘅選舉咧，係更加我哋基督徒咧係應該去持守嘅一啲嘅信念。我哋應該要去喺個不義嘅政權裏邊咧，我哋一不義嘅選舉當中，我哋有啲抗衡，即係喺當中。好，唔該。陳一華，41號。我個人嘅睇法咧就係、其實咧呢個世界上面咧任何嘅制度咧都唔能夠係十全十美嘅。咁但係咧民主嘅制度嘅好處咧就係咧可以全面性，即係大部分人都可以參與，亦都係可以咧去發聲或者發表嘅意見。無論咧對方講嘅意見提嘅一啲嘅睇法，你未必係認同，未必贊成，但係因為喺一個民主嘅制度裏邊咧，大家係有機會可以去講，甚至咧佢講啲嘅嘢你哋認同佢，不過你哋唔尊重，俾佢有講嘅機會。咁我覺得咧就民主個制度嘅好處咧係一個嘅整全性，而多啲人咧係可以一齊嚟參與嘅。咁總好過咧係少部分人嘅參與。唔該，係黃正霞，22號。我相信咧，上帝即係喺聖經講，去做每一個人每一樣嘢嘅時候，都係看為好嘅。所以每一個人都係一樣咁寶貴，每個人應該有一票平等嘅一票去投佢嘅選舉，去投佢嘅特首或者投佢嘅任何一個即係代表佢嘅人。授權係好重要嘅，政府係得到人民授權，佢先能夠有代表性，先能夠咧係兼顧每一個人嘅需要。希望支持民主選舉。好，唔該，仲有邊位？40號，唔該。民主制度咧，其實係俾一班會做好事，但係又會做壞事嘅人咧，一齊靠嗰個制度去制衡人可能做嘅壞事。或者當做咗壞事咧，個制度內置有個機制去俾人重新選擇。喺現代社會當中咧，其實人類歷史創造嘅政治制度
各種形式嘅非民主制度都係唔能夠以和平嘅方式轉移權力，最終係通常都係內戰嚟到改朝換代。民主制度係暫時唯一可以用和平方法轉移權力。雖然中國而家好強盛，但喺歷史上面咧，因為冇一個非民主制度係能夠和平持續落去嘅，所以我都會相信我哋嘅。好，夠鐘啦，唔該。許兆英，唔該，29號。民主係寶貴嘅，但係我哋見到好多民主嘅背後仍然唔能夠真正嘅民主。其實我哋所提倡嘅真係神主，神主。特別基督徒當中有呢份嘅精神係好重要嘅。而家我哋參加啲選舉唔得圓滿嘅，亦都唔係好完備嘅，但係我哋參與有個開始。其實啱剛才咁多人出聲，亦都好多人冇出聲，係咪？唔出聲唔表示你冇理念，唔係嘅。出聲唔表示係完全啱晒嘅，係咪？咁所以呢段時間我哋真係喺當中咧，我哋真係好好地去思考，同埋即係把握機會做要做嘅事。唔該。